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祝贺日本新任首相；达赖喇嘛尊者接见第39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与会代表；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出席印南色拉杰斯学院毕业典礼。司政边巴次仁在柏林会见德国议员及支持西藏人士。副议长卓玛次仁会晤日本高龟市议员小森真知。欧洲议会敦促中国无条件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全球藏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章18周年。每周展望90华诞及慈悲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于本周分别致函日本自民党总裁及众议院高市早苗，祝贺她成为日本历史上的首位女性首相。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赞扬日本在推动核裁军以及为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并以自己慈悲的母亲为例，表达了对高市早苗以慈悲之心领导日本的信任。尊者还指出，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人，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理解与和平。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也代表议会向日本新任首相致以祝贺，并感谢日本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支持。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也在贺函中回顾了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对西藏的长期支持，并赞扬高市早苗首相在深化日藏关系方面的持续承诺。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10月17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寝宫特别接见了出席第39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100多名与会者，并发表慈悲开示。尊者在接见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因佛教哲学对逻辑与理性思维的高度重视，全球对藏传佛教的兴趣日益增长，并笑称自己是穿着僧袍的科学家。第39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于10月14号至16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20多名科学家、学者、僧尼、企业领袖、政策制定者等齐聚达赖喇嘛图书与档案馆，共同探讨了心灵的本质以及人工智能的前景与挑战。与此同时，位于印度南部拜拉库比的色拉杰寺下属学院于10月17号举行毕业典礼及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活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及卡纳塔克邦教育部长等各方嘉宾出席活动并致辞。活动的亮点之一是色拉杰寺下属学院首届荣誉文学士毕业生的诞生。此外，典礼还包括社会服务奖颁奖仪式、国家开放学校高级中学学习中心揭牌典礼以及新书发布会。议长在发表讲话时回顾了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中为保存藏传佛教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并感谢印度政府及卡纳达克邦政府在流亡藏人社区和寺院重建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近日在德国柏林和墨西哥分别会见了多名议员、支持西藏人士和媒体记者。在与上述人员进行交流时，司政强调了藏人行政中央及西藏人民为推动西藏议题在国际舞台上所做的努力，并指出，在地缘政治变化及西藏境内完全缺乏自由的情况下，藏人行政中央仍坚持以中间道路政策推动与中国的对话。司政还阐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并表示流亡藏人今日取得的蓬勃发展得益于达赖喇嘛尊者的远见卓识与慈悲领导。
在德国柏林访问期间，斯尊于10月17号会见了德国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迈克尔·布兰德议员卡斯滕·米勒、苏珊娜·希尔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部负责人凯穆勒和德国支持西藏团体的代表。此外，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于本周一10月20号在议会秘书处接见了来访的日本大阪高龟市议会议员小森真知。在会晤期间，副议长向小森真知议员介绍了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并表达了希望日本和西藏未来能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愿望。小森真知议员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曾多次访问他所在的学校，西藏在他心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也是促使他此次来访达让萨拉的原因。与此同时，在第42届欧中议会间会议期间，欧洲议会于上周三10月15号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员举行会谈时，提出了多项人权议题，其中西藏的严峻局势成为焦点。在会议上，欧洲议会重申了对1995年被中国当局强行绑架失踪至今的第11世班禅喇嘛根登却吉尼玛的关注，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班禅喇嘛及其他政治犯。在会议召开前，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积极联系欧洲议会议员，敦促他们在会议期间向中国代表提出有关西藏人权状况的问题。会议当天，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当地藏人协会在欧洲议会外联合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国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政策。另外，在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章18周年纪念日之际，包括美国和印度各地的藏人社区举办各类活动进行了庆祝。美国马萨诸塞州阿莫斯特地区的藏人协会和当地多所大学的学生以及支持西藏人士于上周六10月18号共同举办了庆祝活动。在印度南部，藏人行政中央驻南印首席代表办公室、孟哥德藏人社区与哲蚌果芒寺联合举办起源法会与庆祝活动。第105任甘丹赤巴罗桑多杰荣波切及多名嘉宾出席了庆祝活动。达赖喇嘛尊者于2007年10月17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的历史性仪式上荣获了这一殊荣。该奖项表彰尊者毕生致力于和平、非暴力、人权与普世慈悲的贡献。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团体在过去的一周继续通过各种庆祝活动推广尊者的人生4大使命和慈悲理念。印度北阿坎德邦的德拉敦藏人定居点与当地福利协会合作，为当地内塔吉、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的孤儿院和贫困儿童捐赠衣物。在拉达克首府聂城，当地索囊林藏人定居点的90华诞组委会则向当地的医院职工致敬，感谢他们对拉达克人民的无私奉献。在宁波尔马囊藏人定居点于本月举办了为期2天的藏医义诊活动，为当地各界民众提供免费健康检查。而昆培林藏人定居点与当地菩提亚社会福利基金会联合举办大型展览活动，展示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精神遗产与4大人生使命，并设立特别的藏文书法展区，向各方民众展示尊者的慈悲精神和西藏的传统文化。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